性病疱疹係由感染單純疱疹一型病毒或者二型病毒引起嘅。口腔疱疹通常係透過感染一型病毒所致。主要感染途徑包括接觸感染咗疱疹病毒嘅皮膚傷口、口水或者性器官分泌物，同埋肛交、陰道交或者口交嘅時候冇使用安全套。性病疱疹即使冇病徵都可以傳染㗎。疱疹嘅潛伏期大約係2至12日。病徵方面，大部分人都冇或者只有輕微嘅病徵。受感染嘅部位可能會有痕癢或者灼熱嘅感覺，形成一個或者多個嘅細小水泡。當水泡破裂咗之後，就會形成疼痛嘅潰瘍，需要2到4個星期先會消退㗎。有時候都會出現系列性嘅病徵，例如發燒、肌肉痛、淋巴腫脹或者頭痛等等。呢啲間歇性發作係好常見嘅。無菌性嘅腦膜炎，而水泡擴散亦都可以去到性器官之外，例如 pat pat、下體、大髀、手指或者眼睛等等。同埋新生嬰兒嘅疱疹病毒係可以喺懷孕或者分娩嘅時候傳俾 BB， 最嚴重嘅係可以導致 BB 死亡㗎。雖然疱疹冇得根治，但係喺發病嘅時候，透過每日服用抗病毒藥物係可以減輕嘅症狀同埋縮短嘅發病期。檢查方面，可以透過專業嘅醫護人員幫你進行目測，同埋抽取有關病徵嘅組織進行化驗嘅。